樹葉嘅呢個題材遠遠唔止開枝散葉，唔同嘅人佩戴係有唔同嘅寓意。譬如送俾女仔啊，送俾小朋友就有高貴優雅，你係我嘅金枝玉葉、掌上寶貝嘅意思。送俾準備新婚嘅，希望佢開枝散葉。有啲男士佢都中意大葉嘅，希望自己可以事業有成。所以好多時候送禮唔知道送乜嘢，我都建議大家送樹葉係永遠唔會錯嘅一款。呢一盤就係我哋新出嘅一啲雙冚款，係咪睇嚟每一片樹葉都好唔一樣？其中呢一款我哋用一個肥嘟嘟嘅厚厚嘅樹葉做咗一個冇包裝嘅，令到佢好有熒光感。綠色同白色搭埋一齊嘅時候，係咪好有大自然嘅嗰種自由奔放嘅氣息？戴起上手嘅時候好時尚同埋精緻嘅。呢個款就好肥嘟嘟，好厚潤，冇做托底嘅一個圍箱，加上一個鑽石嘅扣頭，係咪好適合作為傳承嘅一個品質禮物呢？呢一款呢，就啱一啲比較年輕嘅朋友，佢細細地好精緻，好輕盈，好有生命嘅力量。如果中意顏色唔同嘅，亦都可以揀呢款。亦都有一啲係兩面做咗雕工嘅，佢就好似一片真正嘅葉咁樣，睇上去好有質感。世界上係冇完全兩片一模一樣嘅樹葉嘅，所以佢亦都代表住與眾不同，代表住生命力。翡翠葉子錢錢呢度仲有好多，如果中意嘅朋友可以喺評論區留言，關注錢錢買翡翠唔踩坑。